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轉變時期投身成為人類呢？就係因為咧投身呢一個時期嘅靈魂咧會有最大嘅成長嘅，有機會你係一啲光之工作者啊，或者星際種子啊，你好想咧幫助喺呢一個時期成長嘅人咧突破佢哋嘅迷霧啦，揾到自己啦。越低層次咧，我哋就會越繃緊。越高層次咧就越無所謂啦，越無為啦，越隨心啦，越放下啦，臣服。其實你行呢條路啦，唔係一個人嘅，你嘅唔同意識層次咧都可以帶俾你幫助嘅。開始之前，不如飲啖水，鬆一鬆先啦。歡迎回家覺醒嘅靈魂，我係 Venus， 覺醒之家伴你成長，助你開展靈魂使命。訂閱加入我哋一齊同行成長，助己助人，療癒揚升。今日靈食係揚升同連結高我。今日呢段影片咧，主要我想補充翻我喺直播零接觸上面提及嘅一啲概念啦。喺節目裏面咧，我就展現咗呢一張圖片啦。咁其實呢一個7個意識層次嗰個概念咧，我係取自於2個概念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宇宙咧，其實有7個密度啦。咁係從地球人嘅概念去睇嘅。7個密度其實有啲咩咧？每一個密度，第一個密度咧就叫做物質層啦。咁就係組成一個物質咧最基本會有嘅嘢，例如原子啊、分子啊、粒子啊嗰啲咁樣。咁所以我哋聽過嘅嗰啲元素咧，應該就係喺物質層呢一度啦。第二個密度咧就係情緒層啦。咁其實咩情緒層咧？認真啲諗，情緒係一個 chemical reaction 嚟嘅，化學反應啦。咁所以第一層咧同我哋聽過嘅嗰啲元素咁嘅關係咧，第二層就係關於佢哋之間嘅一個碰撞啦，或者係關聯嘅。咁所以咧，第二層點解叫情緒層？就係咧，佢涉及一啲互動嘅。咁第二層有啲乜嘢生命嘅咧？多數動植物咧就會係喺第二層嗰度嘅。咁佢哋咧就冇一個自主意識啦，多數係 as 一個 group 一個社群咁樣樣係共生嘅概念嘅。咁所以可能我哋會見到咧，雀仔點解識一個三角形咁樣樣去喺天空上面飛啦，或者我哋會見到海裡面嘅魚點解咧識得喺遇到大魚嘅時候咧，佢哋識混埋一齊咧，變成一個好大嘅好靚嘅形狀去互相保護咧。咁第3個層次心智層咧就開始發展咗一個自我嘅意識啦，好似我哋呢一個人咧係一個完整嘅存在咁樣樣。咁但係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幻象嚟嘅，即係我哋覺得咧自己同外界係分裂啦。咁地球而家咧就主要喺第3密度呢一個位置啦。咁漸漸咧係提升緊去第4密度嘅。咁地球係第3密度呢件事點解我哋要去了解咧？就係因為咧你個身體你呢一個存在咧係呈現為一個點樣嘅形態咧，就係受呢個大環境嗰個頻率所影響嘅。咁所以無論我哋而家呢一個大環境係第3密度，點樣去覺醒啊？點樣修練啊？點樣去揚升咧？我哋大致都會係一個肉身啦，同埋大致咧都會覺得自己係同外界有一個分裂性喺度嘅。咁如果我哋要繼續提升去上面一啲層次咧，令我哋去增加翻，咦，原來我哋同宇宙係連結嘅喎。我哋想要嘅所有宇宙顯化嘅能力啊，創造實相嘅能力啊，其實咧係喺我哋之內嘅。咁呢個咧就除咗要自己修行之外咧，其實咧大環境推緊啲乜嘢風潮啦，有啲咩趨勢咧，都係好大程度會影響你點樣睇呢個世界，點樣睇自己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好多時話要連結高我啦。咁高我係啲乜嘢咧？就其實係你更高層次喺更高密度嘅你嘅意識所在之處啦。咁咩意思咧？就係你嘅高我其實都係你嘅一部分嚟嘅。佢唔係一個分裂嘅高高在上嘅意識存在啦，其實係你嘅更高層次嘅自己啦。咁點解要連結翻佢咧？咁啱先就提及咧，地球係由第3密度去緊第4密度啊嘛。咁其實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轉變時期嚟到地球投身成為人類咧？就係因為咧投身呢一個時期嘅靈魂咧會有最大嘅成長嘅。咁所以有機會你已經係覺醒咗，已經係揚升晒㗎啦。不過咧，你好想再翻嚟體驗呢一個咧係好快速、好強烈嘅成長嘅感覺，所以你先翻嚟嘅。咁有機會係想翻嚟再體驗呢一個嘅 roller coaster 呢個過山車啦。第二就有機會咧，你好想咧
喺靈魂層次咧有一個好大嘅成長，咁所以你就選擇投身喺呢個時期嘅地球啦。第三就係有機會你係一啲光之工作者啊，或者星際種子啊，你好想咧幫助喺呢一個時期成長嘅人咧，係突破佢哋嘅迷霧啦，揾到自己啦，同埋喺呢一個艱難嘅成長過程咧係有人陪伴啦，有人引領嘅，咁所以你就成為咗呢一個帶領同埋療癒嘅角色啦。咁你會見到啦，第1至3層嘅密度啦，就係我哋主要係圍繞住個肉身啊嘛，即係圍繞住我哋呢一個身份啦，我哋呢一個人啦。咁但係去到第4至7層咧，就係開始由你個心延伸上去嘅。咁就係因為咧，如果你要揚升啦、覺醒啦、連結高我嘅話咧，好重要就係回到你個心啦。好多時咧，我哋想提升我哋嘅頻率啦。開始要做嘅就係關注我哋嘅感受啦，去安撫翻自己啦，同埋時常選擇一啲咧令我哋幸福平和同埋開心嘅情緒，係咪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要去提升頻率啦，或者係覺察唔同層次嘅自己啦，咁好重要嘅就係你要回到你嘅內心，並且開始咧學識去覺察啦，同埋關心自己嘅感受嘅。咁如果你最近係學緊一啲心理療癒啊，淨化你內在負能量啊，療癒你嘅創傷啊、原生家庭啊、內在小孩啊，或者靈氣療癒啊、了解自己啊，各種嘅技巧同知識嘅話咧，其實你就係穩固咗喺第4層次㗎啦，因為你確實咧係用行動回到你嘅內心，並且咧用一啲知識咧去幫自己嘅人生咧係更加幸福嘅。咁而第4層次除咗咧係開始去療癒我哋嘅內心之外咧，其實更加重要嘅係你發現咧自己唔係一個獨立嘅個體，而係咧你俾宇宙咧係關顧住嘅。其實人咧唔係獨立一個個體，而係同其他人咧係共存。我哋可以互相幫助，我哋亦都可以去改寫咧曾經一啲關係帶俾我哋嘅影響嘅。咁所以咧，你開始咧去主動療癒啦，或者轉化一啲關係嘅生態，或者你去改變咧你對呢個世界嘅概念啦。即係你想點樣去展現自己啦，而唔係被社會去定義你係邊一個啦。因為你對社會發生緊嘅事啦，係有一個關注，同埋咧係有想付出一啲嘢嘅。咁呢個咧就係第4層咧好典型會呈現嘅一個狀態啦。我想簡單宣傳一下，我哋公益課5日開第3眼挑戰咧即將舉辦啦，一齊嚟踏上覺醒同埋療癒嘅捷徑，更快開展你嘅靈魂使命啦！希望到時見證你嘅蛻變。報名連結喺描述欄嘅第1行。第5層咧，某程度上就係你已經覺醒咗一段時間啦，你學咗一啲嘅知識，亦都療癒咗自己一大部分啦。咁開始咧，你想去令其他人都感受到呢一份感動咯。好大機會咧，觸及到第5密度或者第5意識層次嘅朋友咧，就會開始想去分享你嘅智慧，分享你嘅愛啦。可能呢個時期你就會開始咧執行你嘅使命啦。第4層可能開始揾你嘅使命啦，或者你會做一啲咧係幫助其他人嘅嘢，可能你開始做一啲義工啊，或者參與一啲咧好有意義啊，或者係好人道嘅事情啦，或者純粹好簡單，你開始咧擔任令到成家人幸福嘅一個引領者啦，你開始做一個和事佬啦，或者係開始咧分享一啲知識俾你身邊嘅人嘅。咁第6同埋第7層次咧就係非常之聖人級別㗎啦，已經係好高嘅一個修行層次啦。嗰個高嘅修行層次係講緊啲咩咧？主要係講緊你個心態係咪臣服啦，放低執着啦，學識原諒啦，慈悲仁愛啦。咁通常第6層咧，我哋就會話同佛陀啊，同埋耶穌基督啦，係差唔多嘅一個頻率嚟嘅。咁就係你開始咧諗普度眾生啊，開始去諗點樣關愛眾生啊。你個心同眾生已經係連埋咗一齊嘅，你唔會淨係諗自己啦。你對於私欲嘅嗰個渴望會降低咗嘅。你好多時諗嘢咧係點樣諗共贏啦，點樣諗成個社會、成個世界一齊成長啦，一齊去提升啦、揚升啦。如果你開始覺察到第6、7層嘅話咧，其實你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全心全意嘅修行者啦，或者係選擇咧行揚升啊、覺醒路嘅一個人嚟噶啦。而去到呢一個層次咧，你同靈魂咧係非常之緊密合作，你同你嘅高我咧亦都係共振嘅。做任何嘅行動啊，講任何嘅説話嘅時候咧，都會係基於愛
同埋智慧，同埋咧係有為眾生去考量嘅。咁呢一個層次咧，多數我哋會做啲咩咧？就係開始去做一啲靈魂使命啊、神聖計劃裡面計劃咗嘅一啲行動啦。你嘅身份咧，亦都一定係同以前非常之唔一樣噶啦。因為某程度上咧，我哋逐層提升嘅時候咧，係一個剝洋葱嘅過程嚟嘅。喺過程之中咧，你會越嚟越靠近自己內在嘅真相嘅。咁所以去到第6、7層嘅時候咧，某程度上你睇人生咧已經係完全唔同噶啦。你亦都係冇以前嘅氣焰啦，你成個人係沉穩咗好多啦，包括你講嘢啊、個性啊、習慣啊，你選擇嘅事業啊，你選擇嘅關係啊，由第3層次去到第7層次嘅過程咧，我哋逐漸會放低嘅係咩咧？就係自我嘅重要性啦。不斷提升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自己呢個身份啦，例如你做緊嘅工作、你嘅責任啊，或者你嘅價值觀啊，開始變得咧係冇咁重要嘅，或者係睇得比較輕少少。你相信一切咧係來有去啦，有佢嘅流動性啦，有你嘅彈性啦。咁所以比起以前，可能你係一個好 fight 嘅人啦，咁而家你就會開始加入咗一啲彈性入去。你同時都係 fight 嘅，但係又會覺得 it's okay。有時人生就係多變噶啦，無常噶啦。咁既然有啲嘢唔屬於我嘅，咪俾佢流走咯。有啲人同我冇緣嘅，咁咪 say goodbye 咯。咁所以你喺越高層次嘅時候咧，你個人冇咁繃緊。點解話呢個係密度咧？其實你可以諗嗰樣嘢，越低層次咧，我哋就會越繃緊。越高層次咧就越無所謂啦，越無為啦，越隨心啦，越放下啦，臣服嘅概念嘅。咁所以你觸及更高密度啦，或者係更高意識層次嘅能量嘅時候咧，你就會偏向個人比較 chill 啲啦。咁我想分享翻高我喺邊咧，就係你第4至7層嘅意識啦。其實你嘅靈魂咧係喺晒呢7個層次嘅。咁所以咧當時話喺節目裏面提及靈魂升級係咩意思咧？唔係你個靈魂咧本身喺第3層次，更加正確嘅係咧升級你嘅而家呢一個自我嘅意識去同靈魂咧係融合，因為你本身係有齊晒呢7個意識層次嘅。只不過咧，我哋而家咧覺得嚟到地球之後呢個第3密度嘅地方啦，我哋會容易覺得自己只係1、2、3層嘅存在，咁就會忘記咗咧，原來我哋都係一個高維度、高層次嘅存在嚟嘅。咁有時我哋就會話我要連結高我啊，覺得高我係一個同我哋分裂嘅一個存在。但事實上咧，高我係就喺你成個存在當中，高我喺你嘅當下。佢永遠都係同你同呼同吸，同你睇緊同一個人生嘅事情，同你諗緊同一個課題。所以咧，當你想連結高我嘅時候，增加成功率嘅關鍵係啲咩咧？你要信任你嘅高我其實就係你嘅一部分啦。同埋咧，你要相信咧，其實高我無時無刻都喺你嘅周邊㗎。而家同你一齊睇緊呢一個影片嘅，所以點會你發聲嘅時候佢聽唔到，佢唔願意同你連結咧？咁所以其實係點解連結唔到高我，就係我哋太過於繃緊喺呢一個第3密度嗰度，我哋覺得同其他密度或者同其他意識層次咧好遠。咁我哋要嘗試點樣去鬆翻開我哋對於自己喺呢個第3密度嘅概念咧，咁就係做多啲冥想啦。因為冥想咧會令到你嘅意識層次咧去咗唔同層次，或者咧係打翻開你呢個身體咧，讓其他意識咧可以進駐你呢個肉身，被你所理解嘅。咁好多時我哋話連結高我嘅 moment 就係咩咧？可能見到光啊，突然間有光入嚟啦，或者 feel 到咧有啲直覺浮現啦。咁通常呢啲 moment 係咩時間發生嘅？就係你放鬆嘅時間啦，係咪？完全冇 expect 任何嘢會進入嘅時候，呢一個 moment 就會發生啦，係咪？咁所以咧，你要連結高我咧，某程度上你要放低本身儲存咗喺你呢一個肉身裡面嘅一啲限制性信念。咁除咗係冥想之外啦，去鬆翻開你本身咧固有嘅一個意識層次咧，第二個可以做嘅就係增加靈性嘅知識。因為靈性知識會話俾你聽，呢個世界其實唔係你本身咁諗嘅。不過嚟得睇覺醒之家嘅朋友，我相信你已經有好多靈性嘅知識㗎啦。咁呢一張圖咧，當時我喺節目裏面咧冇特別詳細講到啦，就係我想話翻俾大家聽咧，連結高我
你左邊呢張圖咧就係覺得你同你嘅指導靈啊、你嘅高我好似咧係分裂嘅個體，咁呢個就容易咧係連結唔到嘅，或者你收唔到信息，因為你同佢嗰個親密感唔夠，源於你唔夠信任啦，源於你唔夠敞開啦，源於你對呢一個觀念、呢個概念咧唔夠安全感嘅。咁所以如何去進入右邊呢個狀態咧，就係想像咧你同高我、指導靈、守護靈嘅關係就好似喺母親嘅胎盤裡面臍帶與胚胎嘅關係，而周邊咧可能嗰啲羊水啊滋養住呢個胎兒嘅嗰個液體啦、嗰啲能量啦、嗰啲滋養啦，就係高我啦、指導靈、守護靈對你嘅愛啦。咁所以如果你對於高我係有呢一個好深刻、好親切嘅關係嘅時候咧，你連結高我嘅時候，你自然會相信佢一定會回應你，因為你相信呢一份愛係真實並且係緊密嘅。咁連結高我咧有幾個步驟介紹翻大家啦。第一就係要做冥想啊、靜心或者打坐啦。咁個目的咧就係清空翻你滿腦子嘅人和事啊、執着啊、煩惱呢啲啦。其實想法咧唔係虛無或者係冇形體嘅，某程度上咧，我哋個腦係好似大腦咁啦。你啲想法咧係佔據咗你嘅思維空間嘅。咁當你嘅思維空間太滿嘅時候啦，冇晒位，新嘅想法、高我嘅想法、高我嘅智慧又點樣流入你呢個思維空間，令到你得到啟發呢？咁所以冥想咧就係清空翻我哋思維空間啦，讓我哋可以舊嘅離去，新嘅來臨啦。咁第二個要做嘅嘢咧，就係持續去增加你對於高維度嘅認知啦。咁就係持續浸潤咧喺一個靈性知識嘅世界裏面啦。咁當你聽得多嘅時候，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之下咧，你嘅潛意識就會覺得，咦，靈性世界其實係想幫助我嘅，靈性世界其實係愛我嘅。我進入呢一個場域，進入呢一個意識層次裏面咧，係安心、安全並且得到引領同埋承載嘅。咁當你不斷去聽呢啲嘅信息嘅時候咧，你連結高我呢件事情咧係會好容易發生嘅，因為你真心相信啊嘛。連結高我嘅時候，順利接收信息同埋啟發咧，好重要嘅就係我哋對呢件事情係有安全感嘅，係真實嘅安全感，唔係思維可以理解嘅相信啦同埋安心，係發生喺你成個身體嘅。即係你做呢件事情嘅時候咧，你覺得你身體咧係放鬆，膊頭係放鬆嘅，眉頭係放鬆嘅，身體咧係柔軟嘅，而唔係咧好似繃緊咗，覺得自己做緊某個任務咁樣。安全感係儲存咗喺你成個身體嘅神經系統裡面嘅，係冇得呃嘅，因為你嘅神經系統咧係記錄晒你過去發生緊啲咩事，或者你對靈性世界嘅觀念係點樣。咁所以安全感呢樣嘢咧係完全對於身體嚟講係真實嘅。即使我哋個腦覺得自己放鬆說服自己要安心相信但係你嘅身體咧先係主宰你安全感嘅來源。咁所以咧，你連結高我嘅時候咧，如果你真係覺得好怕咧，呢個時間靈體會襲擊你或者自己會吸引啲負能量咁你可以喺做之前咧係拍一拍自己嘅身體先，確保咧你嘅身體係柔軟嘅。或者你可以喺我個冥想頻道裏面咧做一啲嘅身體掃描引導冥想。身體掃描咧就係讓你嘅意識咧翻嚟你成個身體，掃描一次你成個身體咧，唔單止可以放鬆咯，亦都可以接地嘅。咁接地咧就係令到你有靈性安全感嘅一個來源啦。咩叫靈性安全感咧？就係即使咧你嘅意識咧係 travel 去一個更高嘅層次啦，即係觸及更高嘅層次嘅時候咧，你係唔會咧好似靈魂出竅咁樣失去咗一個安全感，好似咧遊魂嗰個感覺啦。咁所以當你要提升你意識層次連結高我嘅時候咧，想像呢個就係你嘅肉身啦。如果你嘅做法係將自己個意識咧係飄咗去第二個層次咧，你會 feel 到咧呢個意識同埋你嘅肉身分開咗啦，就會失去咗安全感啦。咁所以正確嘅做法咧係想像呢一個肉身咧有個橡筋啦，跟住你係拉嗰條橡筋上去，即係擴展你觸及到嘅一個層次，而唔係離開你本身嗰個層次。呢個拉上去嘅概念咧，其實就係想話翻俾大家聽咧，你嘅高我咧其實係你嘅延伸部分嚟嘅，而唔係一個分裂嘅個體。
咁所以我哋係唔需要離開自己咧去連結或者係觸及你嘅高我，而係咧係擴展開你對自己嘅存在嘅一個覺知，好似一個橡筋咁樣啦。所以橡筋係點啊？你拉咗上去係咪好安全地落翻嚟啊？所以咧，你嘅意識層次咧係有個彈性、有個韌性喺度嘅。咁所以我哋修練嘅時候咧，要修嘅就係呢個韌性。你個韌性夠高嘅時候咧，你咪可以 travel 去唔同嘅意識層次咯。咁所以意識層次咧，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咧，我升咗上去就唔會跌翻落嚟啦。其實唔係嘅，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就係你所在嘅社群，其他人嘅頻率咧，會同你溝埋，即係對你有影響嘅。即係可能你嗰位朋友突然間放負，跟住佢又經歷某個課題，咁你如果同佢之間嘅關係咧係親近嘅，好大機會你會俾佢共鳴咗你嗰個頻率，咁所以你有機會落翻嚟，而落翻嚟唔係唔好嘅，就係因為你落翻嚟，你先能夠理解佢嘛，你覺知到佢發生緊啲咩事，咁所以你係落翻嚟明白咗佢啦，你可以個韌性咧拉翻你上去，然後俾一啲建議佢。咁所以你可以 travel 唔同意識層次嘅能力咧，就係成為靈性導師啦、療癒者嘅一個關鍵啦。好多療癒者咧會有能力咧降翻落嚟明白對方，但咧佢就會受到影響，然後咧就冇辦法上翻去成為佢嘅引導者。呢個情況係咩啊？就係佢覺得自己咧係食咗人哋嘅負能量啦。所以如果你係療癒者啦，你係靈性工作者啦，要做嘅除咗係保護之外咧，你要練習嘅就係 travel 唔同意識層次嘅嗰個韌性同埋彈性。即係話你聽完佢講嘢之後咧，你係可以即刻又放低翻上去嗰個層次，分享一啲知識俾佢。咁喺節目裏面咧，我都提及係你提升意識層次啊，或者冥想嘅時候咧，你個身體好似發光咁樣啦，咁就有機會咧吸引啲靈體啊，或者負面傳友嚟騷擾你啊，因為唔想你提升頻率啦，或者帶領其他人一齊提升啦。咁呢個情況咧喺我覺醒嘅初期會常見少少啦，但係其實嗰個影響咧唔算好大嘅。我覺得佢係一個我選擇覺醒啦，選擇行揚升路嘅一個 checkpoint 嚟嘅。咁當你突破咗佢咧，你會發現咧之後係越嚟越少得到呢啲嘅騷擾嘅。因為點解啊？你選擇咗揚升嗰刻咧，你內心其實都仲做咗一個決定，就係你選擇咧去克服佢哋帶俾你嘅恐懼。而呢一個選擇咧，係對你嘅人生、對你嘅課題療癒啦、對你嘅內在整合咧，有一個大嘅影響嘅。呢一個勇氣咧，其實係可以跨平台使用嘅。咩意思咧？就係當你療癒你內在嘅創傷啊，你內在對於某個人帶俾你嘅恐懼啊，你內在留低嘅嗰一份無助嘅感覺啊，你內在對於未知嘅嗰份恐懼啊，係通用嘅。咁所以咧，點解有啲人會設計靈體騷擾啊，或者係一啲負面傳友嘅預見嘅經驗咧？其實某程度上咧，高維度係想你學習咧，你超越佢哋嗰份品質，我係可以突破嘅，我可以克服嘅，我相信自己係夠光明啦，我相信自己咧係可以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穩定嘅。咁所以你喺修練上去更高意識層次啊，或者係選擇揚升嘅過程咧，遇到對靈體嘅恐懼啦，或者負面傳友嘅干擾啦，其實你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增加自己嘅靈性信心或者靈性安全感嘅。就係你可以咧使用光去邀請佢哋離開啦，你可以揾大天使 Michael 咧去帶走佢哋翻去源頭啦。第三就係你可以咧去諗下啦，咦，其實靈體同我嘅緣分係啲乜嘢咧？我同靈體或者我同靈界係咪有緣分嘅咧？咁有啲我嘅學生咧係同靈界係有緣分嘅。可能佢哋要去幫手念經啦，去為佢哋帶嚟一啲福報啦，去讓佢哋咧喺靈界裏面過得開心啲啊，或者佢哋可以係轉世啊咁樣。有啲可能係緣分，有啲可能係佢背後咧想學習某啲特質，透過突破呢一個經驗。咁所以你可以去唔好俾靈體呢件事咧即刻就落咗閘先，而係諗清楚，咦，其實我同呢一個主題，我同靈體、我同靈界之間咧個緣分或者嗰個因緣係啲乜嘢咧？我可以點樣去諗呢件事情咯？咁呢段影片啦，我相信都補充咗一啲我想提及嘅概念俾大家啦。睇到最後嘅朋友咧，我想為你抽一張揚升訊息卡啦，希望你喺呢個覺醒路上咧係得到一啲愛同埋支持啦。
我抽到呢張卡咧係 Caring Community 啦，意思就係話咧，其實你行呢條路啦，唔係一個人嘅，同埋佢都想你記起咧，其實你嘅唔同意識層次咧都可以帶俾你幫助嘅。你唔單止同外界係一體啦，你嘅內在咧都係一體嘅喎。你嘅內在同你嘅高我啦、指導靈啦、你嘅守護靈啦，其實都係一個 team 嚟嘅。佢係願意幫助你咧去突破你喺地球遇到嘅所有困難啦、挑戰啦。咁所以咧，你可以多啲依賴自己，亦都可以多啲咧去尋求外界嘅幫助嘅。咁我想你留意呢張卡幾樣嘢就係咧，佢2+5=7啦。我哋一開始都講到7個意識層次或者係宇宙嘅密度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喺你揚升嘅呢段路程啦，覺醒嘅呢段路程啦，你會發現咧，其實我哋係一體嘅，即係無論我哋經歷緊啲乜嘢啦，都一定有人同你係有差唔多嘅經歷。無論你經歷緊啲乜嘢都好啦，外界咧都有好多人咧係願意幫助你。無論咧你想分享啲咩知識都好啦，外界都等緊你去成立一個社群，並且分享你內在嘅智慧嘅。因為揚升唔單止咧係內在嘅提升，亦都係咧成個社群互相幫助嘅一個過程嚟嘅。咁呢張圖裏面咧1、2、3、4、5、6、7啦，有7個人加個獨角獸啦。其實我覺得咧佢表達緊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唔單止係可以提升到7個意識層次啦，而呢一個嘅過程咧係受到好多高維度嘅傳友啦去幫助我哋嘅。所以相信你呢個過程咧係充滿光明啦，充滿智慧同埋充滿愛同埋支持嘅。咁呢個就係送俾大家嘅 Final Bonus。如果你睇到最後嘅話咧，邀請你留言一個獨角獸，祝願你揚升嘅路程平步青雲，同埋可以重獲你內心嘅平靜，亦都揾到屬於你嘅社群。如果你鍾意呢段影片，記得 like 同埋留言啦，可以分享俾你嘅朋友，叫佢一齊揚升，一齊走向美好嘅社群。咁我哋下次再傾過啦，送俾你好多愛同埋平和，拜拜。